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一审判2档，通假罪5年。针对判决，本人无回应，敢要上诉。自来水公司今仔日开始伫台中市北区大理区要换管线，需要停水减压4到8天的时间，大概影响3700户。今仔日开始，东港到小琉球船帮拢爱查身份证，业者表示规定正式实施是8月初4，请民众都爱加注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先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是涉嫌诈领助理费，去年互人羁押落尾认罪。即马高雄地方法院一审是甲判2档，褫夺公权3档，会当假罪5年。针对这个判决的结果，伊本人是无回应，敢要上诉。原来这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表示会尊重司法的判决。另外一部分，这检方呢是认为讲这个判决实在伤过轻啊，所以会提起上诉。你现在高雄车站旁边那2栋商办跟这个未来的旅馆，怎么会有人来经营呢？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去年9月涉嫌用人头助理假薪官报的方式诈领助理费，去福建调超催羁押2个月。交保了后，第一摆登来议会质询，这个案件经过2个月侦办，高雄地方法院30下晡一审宣判。因为黄孝庭承认犯罪，主动缴过不法所得1455万，按照贪污治罪条例合并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缓刑5年。依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等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并预支缓刑5年，以及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150万元及提供240小时之义务劳务。针对判决结果，初一早起来到黄孝庭的服务处，虽然服务处是正常运作，不过黄孝庭人无伫咧，打电话嘛无人接，因此也无法度得到本人的回复。因为目前是一审判决，如果黄孝庭阁继续上诉，目前机关身份暂时未受到影响。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表示，尊重司法判决，当期的相关问题将会交给考纪会建议。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一切尊重司法，然后呢，我们国民党本身就有独立的考纪委员会啊，那这一切就交给考纪委员会来做一个决断，我们都一切尊重。因为黄孝庭若无阁上诉，唔乃失去议员身份，当然后届议员也无法度参选。因此，地方认为上诉的几率真大。而若是落尾维持原判，按照地方制度法，黄孝庭将失去现任议员资格，5年内也未当参选。身为3连败议员，黄孝庭若是提出政断，恐惊影响到拿赢的高雄议员布局。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台南安平区的新南国小昨呢是险发生车祸，这是有一个囡仔要过车路去学校上课，导护老师已经举黄旗来提醒，结果一只电动二轮车呢煞放外，照上甲骑过去，这囡仔着车架，加在是无发生意外，也这款互人惊吓的画面也引起社会关注。透早7点半，当时上课时间，导护职工踮过路线边摕黄旗啊，面顶有停的标记，咧提醒驾驶。唔过，所有电动自行车驾驶又往放外，直接照常骑过去。差1点就弄到当咧过车路的新南国小的囡仔，囡仔着车架退滚下步，加在无发生意外。会先听从导护老师的指导，然后就是会确认再观看说旁边有没有来车，然后最后竞速通过。比较担忧啊，因为那个导护老师已经都把旗子放下来了，那用路人就是骑士还是没有去注意这方面的。这就发生在台南安平宜平路，这款歹台画面，和后壁行车记录器翕落来，影片互网友片想，政府当时才通重视过路人安全。校方回应，这款行为无妥当，因逐工上下课，固定拢有2组人伫路口守护安全，伊嘛毋望大家通让过路人。那台南市第4分局表示，已经查到车牌，那事情明确，到时会依法开罚。那家长是非常愤怒的，明明整个路口都有导护志工跟我们的导护老师在现场，歧视还是无视交通志工的一个引导，还是强行通过？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1项第7款规定，行经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或行驶至交叉路口转弯时，未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将依法举发。警方提醒机车驾驶人经过路口一定要保持停让的惯势，尤其是学校上下课路段。第4分局嘛表示，未来持续强化校园周边互动、恐怖甲交通欺诈行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新北市林口有一间货运公司呢，有一个姓齐的查某司机，昨哪像咧甲一个查甫同事伫咧工课上去冤家，结果转夜刀甲即个查甫同事甲剁死。即个查甫司机获刑了后，新北地院已经甲裁定羁押。救护车甲警方来到物流公司营业所，因为有一位司机和同事夜刀抬着伤。那个人在哪里？楼梯那一位。互人抬的查甫人是坐发伫咧一台轿车的车头涂骹，抬人的查某是坐伫咧楼梯。他们在那边打，他有一个侧身，侧身从说奇怪后面都是血，我就看到那个人他手上拿刀，我跟他讲说，你是要把他杀死？抬头看我一眼，他就继续。被抬这个姓陈的司机送病了，救袂大，因那抬人的姓齐的女子当场逮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害你这么冲动？警方讲，姓齐的查某甲姓陈的查甫，两个拢是送货司机，之前就因为车的清洁甲工作的分配问题起冲突，正袂下。第二天，双方各起冤家，姓齐的女子夜刀抬死姓陈的查甫人，而且牌下还有另外一支刀，跟他早就传好要抬人。因为他们平常感情就不睦，那因为针对工作分配啊，以及这个使用车辆的问题有一些纠纷，是否为预谋犯案的部分，我们现在还在厘清。警方伫事后甲姓齐的女子移送新北地检署，检方认定姓齐的女子涉嫌杀人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方法院昨半暝裁定羁押，验过无禁见。物流公司讲会配合调查，而且会协助家属处理丧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望安县塔律师李基廷伫咧社群有22万的民众，伊是定定分享一寡法律的知识，也毋过这回伊所来牵涉到诈骗案，伊是互人指控讲有涉嫌泄密，而且咧协助处理一寡压榨钱。这甲北检呢，总是找3个涉案的律师到案说明，获刑了后，这李基廷是以70万来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会去做诈骗的人，通常都是家里没有父母疼爱，也没什么钱，户头没什么钱，你要强制执行也执行不到的人。伫咧网络顶甲人讲，若互诈骗集团骗钱，被害人爱安怎维护家己的权益，甲钱摕来。望安县塔律师李廷伫社群平台有22万的粉丝，普通时伫网络分享法律的常识，也毋过即回互人指控伫灵骨塔诈骗案涉嫌泄密甲协助销赃。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检警伫最近查到一件诈骗集团，骗一寡时代受害人加倍生前契约，或者是有纳税金，累一笔诈骗金额超过上亿。顺线追查了后，发现3位涉案律师，敢若是甲侦办的进度挂漏，也个教被告安怎做。北检30兵分5路搜查，约谈3个人到案说明，结果以上北检获刑。有帮诈骗集团做事吗？有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说的？我19个人有。暗时获刑了，检方有令李廷7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4条的律师50万交保，同款限制出境出海。4出的律师10万交保。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在迄落一个到屏东来回小琉球的人嘛，对咧坐起来。即卖为着要来管控游客，今仔日开始，这东港到小琉球的船帮是拢来检查身份证。业者表示讲，即阵啊要是7万期，规定正式实施的时间是8月初4，请民众要加注意啊。验票的员工提醒民众，要上船进前，搁爱看一摆证件。当地大家庭工作人员就要开较侪时间检查，休热要到啊，真侪家长带少年朋友要去小琉球耍。毋过8月初4坐船规定开始有改变，东流线5间业者为着要互坐船的游客提早适应，对7月初1开始联合试办实名制。上船除了查票，搁爱出示身份证，也是健保卡的证件。应该是有一点麻烦啦，很多人不知道的都没带到嘛。我们是刚好有看到新闻有报啦，因为你购票本来就是你会有就是身份的需求啊，就是那边也会验证，所以说我觉得就只是单纯核对而已，我觉得是还好。为着让民众买票时看真足，船公司伫贴票的柜台拢有打广告，提醒民众注意实名制的证件规定。假使临时无查证件，业者会请民众签切结书才会使上船。业者讲，搁检查一摆证件，可能会互坐船的时间悠长。毋过嘛是希望先试办，让民众提早适应，增强这个防救的机制以及我们
坐船的安全啦吼，拄啊开始尔啊，所以不管是民众也好，还是阮的工作人员嘛好，吼，拢爱来适应。虽然有的民众感觉晦气，有的嘛认为要配合政策行。交通部航港局对8月初4会开始严格实施登船实名制，国内旅客会使出示身份证、健保卡，也是地方居民卡；国外旅客会使摕居留证、护照，提供业者检查。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看到这屏东小琉球这几天呢，其实游客是愈来愈多，嘛出现一寡问题。亲像有游客讲呢，因是开3.5万包船出海，结果呢，煞这业者是想要2团做伙包，而且行程是敢若1.5点钟就来结束。落尾这业者甲游客一直超袂平，是退3000块，这前期才总算结束。高龄拍拼白 SUP 上邦，线路无叮当。屏东小琉球离市区离海风差，有台北旅行团开35000块包船3点钟出海，其中2个人被 SUP 刷好海流，愈传愈远。教练已经出去快1个小时还不回来啊，他们还在远方啊。业者一直打电话来要求要订单这件事情，因为要重复接单，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船长也忘记要收钱，我们也忘记要给钱这件事情。林小姐指控，船顶20人只配一个教练，造成团员也爱落水救人，而且就船进前，业者也因为着好接单，把想要互因甲其他的散客并团。漂走的人救回来了后，教练因为无想要去救，要求团员卖落水，造成行程1点半钟就结束。他们逃避付所有的尾款，我后来就说那我就报案。当天水龙卷起来，还要坚持下水玩，我们团长才跟他们说出事情他怎么救，他都不救了啊。因为迄当时海面甚至已经出现水咖雷，游艇只能赶紧回港。不过业者反抗是，这个团临时改期，才会甲其他的团体强绑。林小姐是宣布撤意，到通知改期，双方个人讲个人的。最后以业者拍这3000了解这项争议，不过游客认为退费也都不合理。天气因素应该可以考量，但是如果只退3000，应该是要用行程的比例去退。小琉球最近几年游客一直增加，特别是休热期间，水上活动受游客假期也安尼影响部分消费争议，也是安全顾虑。宾馆主也提醒业者一定要遵循相关安全规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即马环境部讲要来推动公共便所增加坐的马桶，互民众就开始烦恼，这旧的马桶敢会全部拢甲拆起来？也那环境部是来回应讲，即马旧的马桶是袂减少，未来是会补助增加坐的马桶，要甲全国坐的甲旧的坐马桶比例调甲变做是3:2。公共场所的便所通常会有2种马桶，一种是坐的，一种是跍的。有人会惊马桶遭伤侪人接触过，无卫生，较用跍的；有的人可能是跍袂落，较用坐的，各路都无同。坐的吧，因为腿不大好，蹲的比较累。有些厕所它没有蹲的，那它是坐的，那有的人就怕脏，就把屁股抬得很高，我觉得那很差劲，他就把它弄得很脏。环境部27有办台日便所处设交流研讨会，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旧的马桶边啊含涂骹大肠杆菌数量是坐式马桶的164倍。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全台湾列管的便所大约有45000间，其中坐的马桶大约是占53.6%，旧的马桶是占46.4%。因应台湾高龄化社会，也有体贴有心妇女和行动不方便等等的多元需求，环境部打算提供补助来调整全国坐式马桶和旧的马桶的占比，希望未来比例变做3:2。今年开始，阮是咧杀这部分啦，有4年的计划，4年的计划，不过我特别强调讲，不管你是爱坐式的还是蹲式的，绝对数量拢是增加。这是教保全民啦，所有的全国的民众。环境部表示，顾虑到民众的习惯，现有旧的马桶被拆掉、被减少，但是未来会补助地方政府、新起的也是便所翻新，互愈侪需要坐式马桶的民众通满足需求。另外，针对民众对马桶族卫生的疑虑，嘛提供酒精也是马桶自纸。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根据咱国健署的资料呢，即马台湾人这成年人呢上大块的比率已经超过50%，也就是讲有愈来愈侪人有这代谢甲糖尿等等的问题。民间团体就来呼吁讲，其实这有含糖的饮料就应该爱扣税，也毋过国健署是讲暂时未考虑。
请问甜度冰块呢？最近天气真伤热，不少人真爱啉冰凉的手摇的饮料透心凉。也毋过为着提升民众健康意识，未来可能会针对含糖饮料扣税，对此民众的看法真无同。某方面来讲不赞同，因为可能偶尔还是会想吃一些甜。我会选择无糖的。因为它喝起来比较健康。增加这个糖税的话，那相对会增加到饮料的成本，那有可能就是售价端就会提高。那我们是觉得这样是不太合理。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2024年成年人过重还是大考的比率已经达到50.8%，有1/3以上的成年人得到代谢症候群，造成糖尿病盛行率逐年增加。理解真会除了基因遗传，也跟民众爱啉含糖饮料有关系。临床观察来看，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年轻化，其实很多的是运动不足，含糖饮料喝得多。台湾健康联盟是公布最新调查，有达到73%的民众支持政府比较英国、泰国、墨西哥等国，针对含糖饮料扣糖管还是糖税，阻止含糖饮料过度消费。我们调查中支持糖捐的比例略高于糖税，但两者都支持的比例也不相上下。所以我们认为重点应该是回归健康。目前是没有考虑要推动这个相关的税捐，在推动这个无糖饮料的这个免货物税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一起配合。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无论是无糖减税还是含糖加价，拢会当伫政治讨论，将税收投入健保资源还是健康教育中。国健署是回应强调，暂时无考虑糖管还是糖税，也毋过会配合废物税条例修正，互无加糖的饮料免扣废物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几天这天气有影是真烧热，来看台北市呢是连续几6天这温度拢超过36度。今年热浪是头一届来启动小影的预警机制。7月到8月这当中呢，晚到的期间，台北市740个路口这红灯会减21秒，互一寡骑奥多摆也是过路人会当唔免等遐久。日头赤炎炎，全台是小忽忽，30全台上悬温是伫新北三甲的37.4度，中华花坛是37.2度，台北的城下也升到37.1度。因为台北市的这天气真热，有警记者。气温动不动飙到36度，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最久有200秒，暑假期间离峰时段直接减少50秒钟。台北市10月局处启动应变计划，目标是市民体感降2度，包含台北市9公处。考虑休热时路的车较少，设定全台北市740个路口7、8个期间，早时11点到下晡2点，青红灯等待时间是减少平均21秒。OK 啊，因为这等太久了。等太久会很热。它还有一个行人专用的。真的很热，因为天气比较热一点，如果说可以缩短的话，这样可能流量在安排上会比较好。环保局也出动热水车用回收水来钻路，尽量降温。另外，也有公园处绿地草埔压水。社会局独机老大人关怀服务，卫生局甲市场处加强大头集中场所食品安全宣导，降低高温所带来看不到的危害。我们市府从105年开始，总共就有建立这个热浪预警的机制。那在去年一整年，我们总共启动了33次洒水的范围，包含了重要的干道，像忠孝东西路啊，那总共洒水的里程有2300多公里。根据卫福部统计，6月到29为止，全国已经有624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平均每天有20多人落到入病院。那市府用心来降温，民众也一定要小心热伤害，防止着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毋但是台湾咧武汉至今嘛，就连欧洲各地呢嘛，拢是真烧热的。亲像波多加东南部的城镇莫拉这个所在呢，这气温是升到46.6度，创下6月新高的纪录。这礼拜来举办的温布顿提尼斯的锦标赛，这开幕迄天呢是32度2，嘛是创有活动以来上悬的纪录。日头这么炎，每一个球迷拢有家己防日头拍的步数。有人拿雨伞遮日头，有人摕手机电风吹，也有真侪人是一直啉水。2025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6月30开始，开幕日即天温度摄氏32.2度，超过2001年的29.3度创纪录。One, I have this on, and second, I'm just going to hydrate a lot and just try to be in the shade as much as possible.
温网也启动降温规则，温度若超过30.1度的时阵，球员会当休10分钟。欧洲这边的热天气，意大利卫生部对21个城市发降温的红色预警，这礼拜将会出现超过40度的降温。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首府温度计显示45度，是西班牙史上上热的6个。葡萄牙东南部的城镇莫拉29的降温是升到46.6度，创6个新冠纪录。游客拢讲实在挡袂牢。Generally trying to stay away from the heat in the mid of the day. Yeah, trying to find, I don't know, cafes or malls, etc., something like that. 研究极端气候加气候变迁的世界气候基金组织的科学家讲，今年6个欧洲出现的热天气比工业化进前悬10倍，这是因为高压带和暖空气拢未振动，造成长时间翕过热、温度升高的逆向现象。 We get homegrown heating adding to that, so we've already got high temperatures because of the time of year. But the longer the high pressure stays in place, the temperatures keep rising day by day because the heat dome is almost acting like the lid in a pot and it's trapping that hot air underneath it. 科学家警告，自伊比利半岛到巴尔干半岛加希腊，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地中海地区这种热甲挡袂牢的天气，以后恐惊时间会更加长、更加剧烈，极端天气会更加接发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政治的消息，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台北地院搁再来审理金华城案，伊来提审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等人。原本这届开庭是要来验证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的功德，也毋过呢，这彭金星的牵手煞过身去，互伊当场随假法院来请假，赶回去南部处理。 支持的民众伫咧现场喊口号，让1个月了，台北地院搁再一遍审理金华城案件，出现提审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郭文德检出警备车，这边开庭将会勘验医生请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新被证实的光点，即日被检方不当讯问。重复，自己有觉得有不正讯问的问题吗？ 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应，不过开庭前几分钟，彭正新突然间接到一通电话，通知讲因牵手发生意外，听到了情绪失去控制，大声喊家己冤枉。那今天目前彭正新是当庭请假吗？对。对，先回去处理家里的事。 法院另外开庭，和彭正新的心情小可加平复，向法院请假核准了，伊随赶登去南部。消防接到报案，也牵手伫徛街楼顶摔来，当场死亡。今天彭父要开庭，然后突然发生了这样子的噩耗，那真的很让人难过。然后协助家属要做善后。 对这样突然间的意外，法院照常开庭，跟做厘清其他被告也有专家会议记录等内容。因为原本会留郭文德申请的勘验，另外开发前董事长朱家虎的进行更迭是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今仔日是来办2场花莲的反恶霸的团结大会，也毋过屏东地检署侦办山地的原住民立委吴丽华罢免的假认书案，早起是去敲国民党花莲党部，也佮有台东党部，而且甲花莲党部主委罗新营，也佮有台东党部的执行长张成全等人拢甲带去约谈。没关系，跟今天的罢免完全没关系，没有关系。好，是联署的问题。是那个吴丽华案吗？对，是吴丽华案。做这样子的动作，我相信政治的动作、搜索的动作含义大过于实质的调查。减掉目前针对性强烈的搜索动作，令人质疑是否在大罢免的关键时刻企图瘫痪国民党的党务运作。 这专案是吴丽华伫今年4月时阵，甲屏东地检署告发这罢免案的领衔人张丰石是涉嫌伪造文书等罪，伊怀疑这名册拢是假，甚至呢有无毋是原住民的人嘛来联署着这个罢免案，也让吴丽华这个互罢免的案件落尾是无成案。国民党来证实讲，包括中央党部组发会，也佮有南投县的党部呢，嘛有真侪党工互检调来约谈，而且伊批评这是 调工选伫大罢免上届要紧的时阵，调工要来做完的。
另外来关心的是24位这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是7月26就要来投票。民进党立委宣布成立大罢免的助讲团，要帮助来催票。也若哪样是反这大罢免？这位国民党立委党团的总调布坤基呢，是伫花莲的中正体育场来办宣讲的活动，主席朱立伦也个拿白赢的立委拢到场来甲徛台。八方支援，挺欧巴。这日了大罢免投票倒算，有24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案，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再去宣布成立全台巡回大罢免助讲团，协助罢免团体伫最后阶段催票。我们已经挺过最困难的第2阶段的联署，来到31-0了，全台涵盖有130万人左右来参与的，每一个人只要再拉一票，就有260万票。不方便或者是不敢签联署书的，在投票的阶段，你不用害怕，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你投了什么票。那也反对大罢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布坤基早起伫咧花莲中正体育场办青人反罢宣讲活动，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几多位那辈立委拢到场助讲，希望支持者投无同意票。大家有听过罢免，唔捌听过大罢免。什么叫大罢免？就是无差别待遇啦。只要是你是反对的，你只要是国民党的区域立委，我都要把你罢免。民进党继续大恶霸，我们基隆成功了，咱花莲还成功，唔那是咱的副总召要能够珍惜，要守住。咱的不同意罢免票，开要管，好不好？好。那也回防花莲反恶霸，验过组团讲，县党部伫咧早起7点外互检调所查，并且甲县党部主委罗成景带走。伫过2点钟了，罗成景则由调查站的人员陪同返来党部办公室。因若对于所涉及的案件，地检署是无进一步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消息的部分，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即马美国的司法部是来宣布有9个嫌犯涉嫌替北韩的海客来做假身份，去因美国的头路，替北韩赚上无500万的美金，也就是差不多台票1亿外。这笔钱后来呢，甚至阁提去做一寡武器。这9个嫌犯当中，包括着6个中国人，也有2个台湾人，1个美国人。即马联邦法院已经甲因起诉。美国司法部官方引述法庭的文件指出，北韩政府向全世界派几多千位技术正好的科技人员，都用美国人的身份，伫美国公司摕到远端的 IT 职位，为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创造收入。司法部讲，有9个嫌犯涉嫌协助北韩的海客集团，假冒身份偷摕美国企业的远端工作职位，至少替北韩政权赚500万美金，差不多台票1.4亿。和几工前才讲被影响的美国总统川普真无面子。If there is a conflict,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very well, and we'll get the conflict solved with North Korea. I've ha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and I've gotten along with him really grea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somebody saying there's a potential conflict, I think we'll work it out if there is. It wouldn't involve us. 几工前，川普才真有自信讲，代志袂牵涉到美国。这么司法部就抓到9个嫌犯，包括6个中国人、2个台湾人、1个美国人，拢互波士顿联邦法院起诉。根据法庭的文件，执法机关伫咧2004年10月，分别伫咧纽约、纽泽西、加州的7个地点进行搜查，查到笔电农场。也就是专门伫咧向公司配发的笔电进行诈骗操作的据点，发现至少有70台设备，全部拢是受害企业所有的。受灾户包括摆一个在青500大公司，也有一间伫咧加州的国防承包商。除了实体搜查，当局也大动作查获21个涉案的诈骗网站，也有网页，并且冻结29个口座，口座内面也有几多万美金的资金，拢是用来帮助北韩政权洗钱。另外，乔治亚州也公布更类型的诉讼案件。指控4位北韩的公民用假身份进入伫咧亚特兰大区块链研发公司，偷摕几多10万美金的虚拟货币，结果洗钱洗到海外。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再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是来签行政命令，要来撤销叙利亚制裁方案，希望讲这个国家会当重建经济。即马就连以色列外长嘛表示讲有兴趣甲叙利亚参黎巴嫩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毋过目前对这戈兰高地主权也是未上量的。美国总统川普30正式撤销对叙利亚从1979年以来大部分的制裁，这个举动是让叙利亚甲西方国家走向关系正常化重要一步。川普伫5月14访问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里雅得，甲叙利亚临时总统夏拉见面的时阵，头一届表态讲会解除对叙利亚大部分的制裁，让叙利亚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This is in an effort to promote and support the country's path to stability and peace. The order will remove sanctions on Syria while maintaining sanctions on the former President Assad, his associates, human rights abusers, drug traffickers, persons linked to chemical weapons activities, ISIS and their affiliates, and Iranian proxies. 叙利亚外交部长史巴尼表示，美国会安尼做，对叙利亚来讲是真关键。双方的关系即嘛有进展，外主重新搁转来。叙利亚最近才透过国际银行系统进行从2011年含入内战以来头一届电子的转销。阿塞德政权倒台了后，以色列嘛伫咧叙利亚这边看到机会，原地持续对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而且对夏拉英国因为甲基地组织介入有关联，所以有疑虑。伫30的时阵，以色列的态度有所转变。We have an interest in adding countries such as Syria and Lebanon, our neighbors, to the circle of peace and normalization, while safeguarding Israel's essential and security interests. Israel applied its law to the Golan Heights over 40 years ago. In any peace agreement, the Golan will remain par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目前国际上大部分的国家承认戈兰高地是属于叙利亚，不过美国2019年宣布支持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实际上大部分是去由以色列控制。另外，以色列当积极寻求扩大外交正常化，头一届对叙利亚甲黎巴嫩提出这么大的善意。因若即马扩大阿佩拉罕协议，互看作是伊想要中东地缘政治一个真大的动作。叙利亚甲黎巴嫩若加入，就代表以色列甲叙利亚长久以来头一届关系真正有转好。可能会互区域安全、经济甲外交的结果重新洗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国内的消息，这住伫台中的民众就爱会记得欠水啊。自来水公司今仔日开始，伫台中市北区也有大理区要来换管线，这是需要4到8天的时间。停水减压大概是会影响到3700户。另外呢，是有民众反映讲，最近这自来水偏起来怪怪。第4区的管理处是讲，这含水库清土膜也有天气热雨有关系。目前来看，是拢有符合饮用水的标准。管处将路边污水准备要大水工，台湾自来水公司初一起伫台中市北区大理区进行管线汰换工程。高雄街施工现场边仔都是市场摊商，道路暂时封起来，所以生理明显受影响。因讲未收到施工通知，会当理解，这会当强度难关。你看刚才有的走到这里啊，看到那边在施工，他就有个公安头个照起啊。那我都做生意啊。为了以后啊，没有关系啊，这几天生意怎么办？没有做啊。自来水公司表示，北区施工时间是4日，大理区是8日，时间是早起8点半到暗时6点半。受影响停水减压户数大约是3700户，也毋过并毋是规日拢无水通用，有时间才停水，员工就提前复水的机动状态。另外，有真侪民众伫社群网络反映，台中西屯大雅等地最近出来自来水有臭味。来自于第4区管理处强调，甲水库清淤，参水期好天落雨高天天气，要维持饮用水的安全，跟添加力有关系。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梨塘水库那边他们在清淤这样子的，天气很炎热，对不对它又常最近不是常下大雨，或者又下晴天，所以说我们为了饮用水的标准的这个安全的话，我们加一点会种一点的绿这样，但是这个完全符合我们饮用水的标准台水表示，台中市的自来水由风源甲李溪潭净水厂处理，每日拢有做水质检测，落雨造成原水浓度提悬，所以加力保持水质卫生安全，拢符合饮用水的标准，民众免伤过烦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爱食猪肉的人，就爱加注意啊！今年呢，这猪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生了无介偌好势。这供应量嘛，对咧减少。以云林肉品市场来讲，英过呢一天拍卖是差不多2300只，也毋过最近是敢若剩1900多只尔尔。平均来讲，10公斤的这猪肉呢是起到100块以上。市场预计讲，短期内是会维持这款的关价。猪肉大商人员无用咧避讳，但是最近受到毛猪供货量减少，造成猪肉价少起，连带嘛影响到整体买气。毛猪的量就是少很多啊，所以价钱都很高。消费者也嫌肉太贵。所以买的量也会减少，买气也差蛮多的啊。大概差多少？都差2-3成有吧。这个目前季节性的一个影响，在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当然这个猪只的一个食欲跟饲效上面就会比较差一些。云林市政府讲，受到去年寒冷的时阵含年初，猪仔囝又生对歹，最近天气佫真热这因素，造成目前肉猪的供应量减少。以云林肉品市场来讲，当年7月到9月是猪只供应的小月，但是今年含英国同期比，逐工佫减500只左右，造成目前拍卖猪价10公斤超过100。主要今年价格会那么高，主要就是因为猪仔囝吼的育成力无好，造成价少。起起来啊，无前个价少，目前的价少，伫咧全国来讲是101.67。那云林肉品市场昨天的交易价格是在103。云林肉品市场就讲，最近全国的毛猪逐工交易总价数差不多是19000只，云林差不多有1900只，占全国的1成。但是因为猪仔食的养成需要6个月的时间，最近上市的肉猪袂增加，若搁靠我中原这猪肉的需求增加，价格都可能会搁起。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桃市今仔日透早呢是来发生一桩警匪相掠的车祸。这警方伫咧掠拒绝临检的车辆的时阵，甲一只乌多摆相 A 加载2个人是敢若轻伤尔尔。后手这警方协调庭事来帮助当人处理相关的事项。听得到我声音吗，先生？这个开乌多摆的人倒伫涂骹，警察伫边仔确认伊敢是要载人，因为有另外一台车拒绝临检逃走。敢是去画面会当看到警察骑警用的机车等咧加入，煞伫咧路口，甲一只乌多摆相 A， 2个人拢跋倒。其他的警察一个看到，是随甲车停落来斗救护，甲指挥交通。加在这2个人是拢轻伤，无啥要紧。无论警车或救护车有紧急事项来讲，我们都会停着让他过。无论绿灯来讲，我们也是会让他过啊。警方在追人的话，虽然是大半夜，但是经过十字路口，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他虽然有响那个警铃，但是我觉得民众应该听不太到。代志发生伫咧初一饭店街，因为有一个27岁姓詹的驾驶，拒绝临检，怎赛车逃走。警察骑乌多摆要加入，伫咧民生路口，甲另外一个姓魏骑乌多摆的人相 A， 画面放慢来看。自当时，这个骑乌多摆的人，伊骑伫咧民生路，车红灯已经为黄灯变作是红灯。员警于支援追缉途中，在路口与机车骑士发生擦撞，双方均倒地有擦挫伤，同仁立即停车协助救护，后续将依程序协助同仁处理相关事宜。这片当中，若甲民众相弄，警方讲会请保险公司协助处理相关理赔代志。也若迄只拒绝临检怎驶走的车，其他的警察嘛有顺利甲包围，有甲抓起来，而且嘛有查到毒品、依托米脂等等相关的物证，目前专案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新竹县北部乡的第三线伫昨下晡的时阵呢，有一台游览车是连续去弄头前4台轿车了后，又搁冲去对向的水沟来。这60岁查甫的驾驶是死亡，另外一个60岁这女性的副驾驶呢是重伤。根据这初步的调查，伫发生事故进前，其实这台游览车呢都有去弄到消防栓，敢是因为这机械问题，即马是要搁咧找原因。银色的游览车并在路边，消防人员赶紧把驾驶救出来急救。新竹县北部乡第三线拜下晡发生游览车严重车祸，对象有4台自小客车受撞停靠路边，游览车逆向冲撞路边，造成侧翻翻覆。消防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车顶60岁驾驶无喘气心跳，送病院尾仔不幸死亡。另外一名60岁女导游受重伤，目前搁伫新竹台大病院加护病房抢救。车上2名伤者分别为驾驶以及乘客，
驾驶夹困，呈现欧卡，乘客在前门附近趴卧，意识清楚，左肩膀明显变形，就在救护人员立即抢救。警方指出，游览车原底是载游客对淡水到苗栗旅游，经过德东市区的时阵，就已经无适宜启动着路边的消防栓。游客再改坐其他的游览车继续行程，所以车顶敢若剩驾驶甲导游。游览车司机唔知影是啥物原因，车阁继续驶对北部，再连续弄着4台车后，到尾啊去弄着对面山壁变过去。互游览车弄着4台车顶，人好加载只有轻伤。事故原因到底是车辆机械故障，也是其他的原因？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来看起伫1966年的嘉义市的富安宫，这是嘉义县东石迄带的人起来要服侍这日本王爷的庙。到呾这庙内呢，要阁是保存到真特殊的建筑工艺。也毋过其实因为早期这庙地产权是无登记互详细，所以有一寡土地是互法院家己拍卖去。即马庙方是真希望讲这社会会当来倒卡手，互即间要60栋的庙会当伫地方继续落去。原本用铁网仔扎起来庙埕，地主考虑到出入的安全，暂时拆掉。但是涂骹也是有写着私人土地的字。嘉义市的富安宫已经有2/4的庙地互人买去，已经影响到庙埕的使用，惊未来会有纠纷。庙方即马爱从大约250万才会当甲地买转来。算庙啦，啊是金炉啦，圆仔这吼，这甲拜殿这拢有影响到啦。啊，这边已经有法院拍卖去，用买去啊，会中间圆仔。这个信徒，大家拢看有大家善心在电话，大家斗协作，大家这地我买倒转来安尼。嘉义市后野社区的富安宫内底服侍的日本王爷义海宫，是嘉义县当中父老村民行煞来到嘉义市时带来的信仰文化。嘛，因为迄当阵对生活仰望，所以庙内底阁有一寡甲一般较无共的建筑工艺。啊，因为一般咱庙宇，咱即个工呢有带钱母，但是母的。吼，即只母的狮是无带钱母啦。啊，为虾米阮即队会带钱母，就是因为过去老爸者来遮讨钱，不管讲吼查甫查某，拢爱出去做，毋则有钱他维持咱即个家庭，维持咱遮个生活。除了公母拢有带钱母的石狮以外，庙阁有用麻石仔甲铜线做的龙凤条。庙方讲，即间庙是后火车头小富拉自路一个重要的信仰文化，希望透过社会各界资源保护即间庙。互先人行刷到嘉义市的历史，会当直接延续落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内经济方面来关心的是，即马央行呢，昨是出手来换盘，互台票落7.22角。今仔日换美金又搁开出29.88块，这盘中呢是有开到29.164块。有专家是预测讲出现这款的情形，真有可能就是台美之间这贸易的谈判已经成功啊。也那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讲，即马包括台湾在内，真侪国家这利率拢比美国要搁较低。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6月30日央行出手关盘了后，当盘7.22角，总24年来单日上大盘爆。拜五新台币一开盘，随登到升值的形势，29.88块开盘，盘中到29.164，升7.38角。昨天美元指数又再次下滑，那所以说就反映到国际货币一个趋势，所以说今天台币又再次回升，那这是一个完全反映市场动向的一个结果。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一直不办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一直发联准会就降息。顶个月底，各家各国央行利率悬价做排名，对这张表看到，其中台湾利率2%排伫咧第10名。And if you look at this chart, this is a chart of all of the interest rates of many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t the top is Switzerland. They're only paying a quarter for interest rates. Cambodia, Japan, Denmark, Thailand, Botswana, Barbados.专家认为，美国联准会所落来降息的幅度，若超出市场的预期，降2码到3码，美金才有可能在一面大幅度行掉。有学者讲，国内央行做利率决策的时阵，一直拢真保守，所以汇市未受利差的变动影响。我们的汇率受到美元跟台币它供需的影响，这部分它的影响比较大。因那伫咧股市的部分，受到美国4大指数收红，台股初一早起早盘是强弹超过380点，盘中上悬到22730点，创波段的新高。台积电盘中上悬是1095块起35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本正是拜全国上届好野的新德市东区的关心里，最近呢是互台北市松山的中华里甲拼过去啊。根据统计，这个里呢其实平均的数值是526万外，也毋过其实若准照这中位数来看，是敢若98.4万尔。专家是来分析讲，有可能就是因为中华里这地段是真好，有真侪高收入的族群来到遮大，毋才会出现这款的现象。 全台最富里排行榜大翻盘，由科技新贵主宰的新竹市关心里被超车，拿下第1名的就是记者所在的台北市松山区中华里。 一栋一栋的透天厝伫遮摆一排，上班时间有真侪居民伫遮行来行去。台北市松山区的中华里看起来是普通的老社区，不过根据财政部上新发布的综合所得税统计专册，中华里对过去的第5名一路超车，一口气摕到112年度全国上好野里。中华里本来就很朴素的里啊，也没有什么高官啊、大富翁啊，没有啊，就这样很惊讶。 觉得应该不是吧，因为大安区应该比较有钱吧。有钱就有钱啊，无钱嘛是无钱啊。有钱嘛食多，无钱嘛食多啊。里面嘛唔敢相信，根据统计，112年度综合所得前5名的村里，第1名是松山区中华里，平均数是526.6万；第2名新德市东区关心里461.4万，接落来是台北士林区的永福里346万，新德县的东平里和三丰村是341.6万和337.1万。不过若是看中位数，中华里是干那98.4万，和前5名新德市的关心里、龙山里拢有超过250万来比，会当看出收入的分布是真无平均。我里面这2年就多一个凯基总部而已啊，其他几乎住宅也没有什么新建案。 所以说，真的不知道。这个里本身它的地段相当的精华哈，临近小巨蛋，而且呢，原本的台塑总部还有这个凯基金控的银行总部，其实也都在这个里。专家分析，中华里所得的中位数并无悬，意思是因为一寡好野人住伫遮来有关平均数，因为中华里的地段位真好，加上最近有金控总部进驻，社企业主金控高阶主管才关所得的人口伫遮设置。另外，112年股市表现袂歹，敢是股利所得尤其的会当观察。 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学生今仔日就开始来捡螺啊！即马真侪人呢是会选择去做山工、工读生等等，就是为着要加减趁寡所费。劳动部是提示讲，做山工嘛适用劳基法的这个保障。时间单位上面，我们要提醒雇主的是，出勤记录必须记载到分钟。如果员工上下班不用打卡， 也不用其他的方式完整记载劳工的出退勤时间，这时候雇主会被认为是违反制备出勤记录的义务，会面临到新台币9到45万的罚款，而且还会公布公司跟姓名、负责人的姓名。所以我们要提醒雇主，出勤记录这个部分必须要记载到分钟。 那在劳动部是强调讲，其实学生囡仔呢利用暑假去做山工赚所费，其实是甲一般的劳工同款，拢是适用劳基法，拢有同款的劳动权益的保障，无应该因为工时的长短就有争差。另外，在劳动部也来公布，去年劳动部针对这工读生，也佮有部分工时的劳动嫌疑啊，进行一寡检查的报告，检查1800间这事业单位，结果发现讲这当中是有400多间是违反 着劳基法，违反率是有24.89%。这违反的项目是以这薪水无照付上介济。那种以行业来讲呢，就是卖食的，也是讲这餐饮业违法的情形是上介严重的。 另外，针对这劳体薪资问题，有一寡劳工团体是去到行政院来抗议，认为讲这薪资实施到今呢已经有20天的时间啊，也毋过物价是直直咧起。这头家提拨的这劳体金呢是有关干那6%尔。根据这劳保局的资料呢，劳工的劳体金平均一个月毋才是6000多块，这退休生活开销是根本捧袂过，所以因是呼吁政府得爱赶紧修法，甲头家提拨的比率对6%增加到9%，才会当真正来照顾到劳工的退休生活。劳退新制20年，劳工退休没有钱。劳退新制今年满20天，劳团拜2伫行政院头前抗议，因讲物价就是一直起，毋过劳退金煞少甲真可怜，头家劳退金提拨一直卡咧6%，因诉求政府修法，爱政府要求头家劳退金提拨的金额爱对原本的6%提悬到9%，若无退休的生活根本就拍袂过。我们现在劳工来讲哈，现在领退休金的人来讲，真的是大家也看到，真的是算起来是蛮惨的，甚至呢。
不得不再重新退休后再就业都是做一些比较低阶的一些打杂的工作。劳团表示，照目前头家提拔6趴来算，根本就无够退休生活。根据劳保局去年12月份的统计，选择一届领完劳退金的民众，平均每人金额是256979块。若是选择按月领的劳工，平均一个月干那6332块。劳团讲，无论是一届领，抑是逐个月领，拢比旧制搁较袂好。依照劳退旧制的比较看起来，劳退旧制正常是伫12至13%左右。所以，咱希望政府这个单应该是先加提高到9%，然后加慢慢加提高到15%。我们还是会来优先鼓励雇主提高这个提缴率以及鼓励劳工参与自提对此，劳动部是回应，确实面对着质变波通货膨胀，6趴的提拔金额可能真正无够。未来会鼓励企业提悬提拔，也继续和劳团企业代表讨论，继续收集意见，思考未来制度方向。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好，这几天这天气有影是真烧热，来看气象署呢是针对全台湾18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警示，其中上北市甲彰化市今仔日灯号有可能是超过36度。头拄仔伫咧中昼差不多12点的时阵呢，伫咧新北市的三峡这带是38度1，也是全台湾上界热的。也那下半晡的天气，继续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1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也那外岛地区29度到36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